所以咱来看，即马观光旅宿业做食的是拢真欠工，影响疫情了后观光的复苏。亲像高雄老牌子的汉来大饭店，10月份的时阵，因才讲要伫咧台北的南港开一间分店，要来试营运。不过，因为到呾观光是要招无8成，所以因决定下晡的时段是无要开。另外，因下底火锅店也阁有西餐厅，本来是按算后个月就要开幕，不过即马是决定要延到过年了后啊。食面拢是上赞的，而且8大餐台还阁超过200种的料理。这是伫南港展览馆边的台北汉来大饭店，70只试营运自助餐，逐工是不满，不过观光至少还阁2成无保值。业者证实要停开自助餐下晡的时间，大厅也暂时无供餐。原本下个月要开幕，关期火锅甲古白馆，要等明年春节过后才阁开。饭店的开幕初期出来的员工适应不良啦，或者是还是会有一些异动，临时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。之前已经有定位的下午餐的这个客人呢，大概有1600客左右，我们就把它挪移到午餐是免费升等。业者表示，欠人是长期问题，加上疫后类似回温，更较欠人。到年底真侪人会当甲领年终奖金这利息，会更较歹补人。事实上，伫咧观光旅宿餐饮业面临欠人的同时，有愈来愈侪参旅学生无可能愿意到这场实施。现在开始很多学生，他们也许是抗压性降低了，所以很多人他是不愿意1年都在一个企业待满的，在企业的配合度不是很高，所以有的还会跟学校解约，学校不得已还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，在学校里面修课，也可以拿到这样一个实习学位。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是这种自由度高，好，等于说空余时间他比较能掌握。学者认为，是不是考试学生必修的学分暗过，餐饮业工时长，薪水也低，即卖囡仔真有想法，选择性也变较济，拢影响未来学生毕业了后进入相关职场的意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